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昨天从路加福音第11章的后半段看到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和经学士，引起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愤怒，还有想要抓耶稣的画柄，想要来迫害他。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的第12章的第1到34节。那时有几若千人可做伙，地到互相吞踏。耶稣就先对伊的门徒讲：着提防法利赛派的教就是假好，无一项暗藏的袂露现，嘛无一项秘密袂互人知。所以恁伫暗中讲的，话伫光明中互人听着；恁伫房间内耳孔边讲的，会互人伫厝尾顶宣布。所以昨天我们看到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怎么样暗中的计划要来迫害陷害耶稣，但是耶稣现在却是公开的把它显露出来。这段经文路加福音12章可以对照的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0章，还有马太福音后半段讲到的是马太福音的第6章登山宝训。但是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0章的内容呢，是讲给12使徒听的。路加福音12章呢，是讲给几万人听的。因为在第1节里面讲到有几万人，那它意思就是成千上万大概就是1万。但是不论如何，耶稣传道当中能喂饱5000人，那可能也有超过1万，那我们会在后面才看到。几万人呢，那这个数字可见是相当庞大，或许是一个节期。那但是呢，可以对照前面的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私底下所做的事情呢，耶稣却是公开，因为一切隐藏的事都会被揭发，秘密的事也会被泄露。你们在暗中所说的，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听到。正是在验证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律法之子，他们内心没有清洁只有做外在的清洁，但是呢，他们以为内心的污秽不会人家知道，神都要把它宣布出来。第4节，朋友，我甲恁讲，害死恁的身躯了后，袂当阁对恁做什么，毋免惊。我要指示恁应该惊是倒一位，恁应该惊上帝。伊互人死了后，要悬将通甲人迄落地狱。是我甲恁讲，着惊即位。5只切鸟敢毋是卖2角银若定，上帝连一只拢无卖去得，连恁头门拢有算过，毋免惊，恁比规群切鸟搁较贵重。那法利赛人文士想要陷害耶稣，甚至杀害耶稣，如同他们的祖先过去怎样杀害上帝的先知和仆人。但是耶稣直接回应，不用怕他们，只能够杀身体，却不能再做什么的，无法再进一步的。这些不用怕。要怕的是谁呢？这个怕呢，就是惧怕，也有敬畏的意思，就是能够夺走性命，还有能够有权把人投入地狱的神呢。所以应当是要敬畏神。这敬畏神呢，是一种知道神的权柄而敬畏他。是的，我告诉你们，应该惧怕的就是他。5只麻雀固然用2个铜钱就可以买到，可见呢，1个铜钱都还卖不到半铜钱哦，那非常的便宜，就是非常的卑微。可是上帝面前一只也不忘记，即便是在卑微的麻雀，人眼中再便宜的东西，在世人眼中好像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是神呢都记得，甚至你们的头发都数算过。这也是在马太福音第10章，耶稣对12使徒差遣的时候所说的话。所以你们的头发神都数算过，所以在每一个跟从上帝的人当中呢，不要担心，也不要惧怕，后面要讲到的也不要忧虑啊。那我们的头发连神都有办法能够一根一根的算出来，所以呢，我们的生命的身体呢，岂不是更加的贵重呢？第8节，我甲恁
甲恁讲，恁伫人诶面前宣认我诶，恁主伫上帝天使面前嘛会认伊。毋过伫人诶面前毋认我诶，恁主伫上帝天使面前嘛毋认伊。无论什么人讲话敌对恁主，会得到赦免；毋过亵渎圣神诶，袂得到赦免。恁互人掠到会堂，伫统治者也是官员面前诶时，毋免烦恼着安怎答辩，也是着讲什么，因为迄个时信息会教恁着讲什么。在这段当中呢，马太福音的第10章提到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什么是得救呢？得救几个条件，就是在人面前宣认基督这个我是指耶稣，就好像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前面第9章，彼得宣认耶稣是基督，是一种在人面前宣认，而人子在上帝面前，上帝的天使面前也要认他，就是承认他是基督所拯救的。所以你没有宣认基督，基督就无法宣认你。你没有宣布这个人是我的妻子，这个妻子也没有办法宣布这是我的丈夫。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只在上帝天使的面前也不认他。所以宣认这个宣认的意思呢，就是在什么什么里面呢？所以认人子为基督，就是在基督的里面那基督就会让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不宣认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不会在基督的里面。第10节，说话冒犯人子的，可以得到赦免。就是像法利赛人、经学士甚至前面呢讲到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在赶鬼如果你只是亵渎人子干犯冒犯是能够得到人子的赦免，但是亵渎圣灵的不能得到赦免了。总不得赦免。那在这里不是说圣灵比耶稣更大，而是人能够得救，除了要在基督里面，就是在人面前认他。得救一个要件，就是要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的心能够悔改因为前面第11章讲到，这世上最大的神迹就是人能够听到悔改，那个悔改的关键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如果连圣灵都无法接受，不让圣灵来动工，不能得到赦免，就无法得救所以听到信到信是从基督的话来基督的话是圣灵的动工让我们能够心悔改。有人把你们带上会堂，或是带到官长，或是统治者。会堂就是犹太人的宗教审判，官长呢就是地方官审判呢统治者呢就是掌权的人面前受审问的时候那这一些呢耶稣后来都遇到他也在公会被审问，也在这个比拉多面前被审问，也被带到希律的面前被审问你们不用担心要怎样为自己辩护，或要说些什么话，因为就在那时候，圣灵会指示你们该说的话。所以当我们能够宣认人是基督即便呢像耶稣一样被人家陷害，被人家抓说话的把柄，或是被人家计算，甚至想要被人家设计在这个杀身体的计划当中但是呢圣灵会指教我们该说的话。所以耶稣这一些话呢，在马太福音是对12使徒来讲的。那路加福音呢我们看到这一段的信息呢，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领受。那所以两个是一个很大的对照和差别。继续我们再看13节，进人中间有一个人甲耶稣讲，老师，请你甲我的兄弟，请你甲我的兄弟甲我分家伙。耶稣甲伊讲，你这个人，啥人任命我做恁的判官，也是公亲？伊就对这人讲，着谨慎，着提防逐款的贪心，因为人的性命毋是在地财产的最少，
后来耶稣用一个譬如甲因讲，有一个好野人，伊的田园大丰收，伊心内想来想去讲，我无到所在通囤五谷，呾要安怎？伊就讲，我着安尼做，我要甲仓库拆起来，搁起较大间，通来囤五谷甲一切的财物。然后对我家己讲，你已经积聚真侪财物，有够通用真侪年，呾清银啊，来啉、来食、来享受。毋过上帝甲伊讲，亡人今暝就要收回你的性命，你所积聚的一切要留互啥人？共款为着家己积聚财富，无互上帝看做好野的，嘛会安尼。这一段是路加福音非常有名的一个比喻故事无知的财主。耶稣讲这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呢，前提就是有一个人当着众人的面前，请耶稣去吩咐他的兄弟们和他来分家产，父亲的遗产。那这个人呢，不晓得他是什么缘故，可见呢，一定是摆不平，所以他要找这个耶稣出来出面。好，那按照这个《申命记》21章17节，在这个长子呢，以色列长子呢，在分遗产的时候是可以多得一份多得一份。耶稣却回答说：朋友，谁指派我为你们审案或替你们分家产呢？耶稣是末后再来时候要审判，但是这个审判呢，可能大事小事都要审判，但是这个分家产的工作呢，这是上帝派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吗？这个法官有很多的法官，但每个法官呢，是刑事法庭或是民事呢，到底耶稣他是管到哪里呢？耶稣反问他，但是耶稣他的重点继续向大家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躲避各样的贪婪。可见呢，这个找耶稣来吩咐兄弟分家产的，他的动机就是出于一个贪心，想要多得，或是不想要失去，所以他有可能是一个长子。因为一个人即使富有，他的生命如何不在于他有多少的财产呢？这个十诫的第10诫提到我们不可贪心哦，这个贪心可能会使我们丧失生命哦，因为人的生命不在家道丰富，他的生命如何不在于他有多少的财产，所以耶稣才用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就是他呢那一年有大丰收，大丰收多到呢没有地方储藏，怎么办呢？他也没有想要去分给别人，他就是要把它积聚在自己的仓库里面，所以他就把原来的仓库拆了，改成更大间的，来放这些的大丰收的货物和五谷，然后就对自己说：你是一个幸运的人呐。那这个原文里面就是指说你这个人呐，你拥有一切好东西，足够你多年花用。对我们今天来看，就是我们可以提早退休了。所以台语说搭清银这个清闲呢，就是清银，就是我们可以闲下来了，可以安息了，或是和本翻成安安逸逸你只管享受吧，吃吃喝喝，过舒服的日子我相信这是我们世上每一个人都想要过的生活。但是这个事情呢，在耶稣的口中呢，让我们得到的警戒就是如果我们只想过退休安逸的生活呢，那会遇到什么事情呢？第20节，可是上帝要对他说：你这个糊涂人，就在今夜，你得交出你的生命今暝就要收回你的性命，这个要你的命要你的性命，这个要呢，谁来要呢？是一个第三人称的多数，就是他们，不是上帝来要，是他们来要。所以在这个无知的财主就是你以为你得到很多，拥有很多，可是你却成为别人的眼中的肥羊待宰的肥羊，所以就会有人来要不管这个人是你的兄弟，或是你的邻居，或是对你有这个动机的这些坏人，
你让自己呢，好在这样的危险当中，所以对耶稣的几个警告来说，当我们依靠财富、依靠金钱，好，然后呢，在过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让自己陷入在另外一个危险当中。好，因为耶稣最后的结论，那为自己积聚财富，在上帝眼中却不富足的人也是这样。好，所以意思就是他们这个无知的财主呢，堆积财宝在地上还盖一个很大的仓库，却在天上却是空空啊，在神面前不富足，就是在上帝面前是贫穷的，因为他只有为自己而活，没有为上帝而活，没有照顾怜悯身旁的人。所以呢，在上帝面前，他是极其贫穷的。所以这个无知的财主呢，真的是我们的很大的提醒，不要只有为自己活。22节，耶稣搁对伊的门徒讲，所以我甲恁讲，唔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什么得操烦，嘛唔通为着恁的身躯要穿什么得操烦，因为性命比食物、比食物较重要，身躯比衣服较重要。另看乌鸦。伊虽然无尽责、无修行、无节称嘛无仓库，上帝嘛得甲因养饲。恁囝无比遐个鸟仔搁较贵重。恁囝有人想讲操烦，会当互家己的性命加活一时仔久。既然连遮尔细汉代志，恁拢无才调做，那会着为其他的事操烦。恁看山野的花，因安怎大长？因无劳苦，嘛无纺织。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樱花的时，伊穿的衫拢无比这的花一蕊搁较水。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得活，明仔互人迄落花落，上帝拢安尼甲因糟蹋。伊搁较会甲恁糟蹋。恁哪会遮尔无信心？所以恁毋通干那在想要食什么、啉什么，嘛毋通操烦。这个拢是世间无信的人所在追求。恁的爸知恁有需要这个物件，颠倒着大心求伊的主观实现，这个物件就会拢煞互恁。那在这一段当中呢，是马太福音第6章，登山宝训很重要的一段，不要为明天忧虑，要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路加福音是放在第12章，是耶稣最后的半年的传道，而且是面对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还有文士，耶稣在众人的面前来揭露他们的恶行恶状还有他们的罪行。耶稣说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因为生命比衣服贵重，生命比食物重要，身体比衣服重要，所以不要只有为了吃的东西，为了穿的东西，连自己的身体也不要，连自己的生命也不要。耶稣用天上的乌鸦、飞鸟，他们没有工作，但是都没有一个是被饿死的。那个乌鸦是因为没有衣服穿，然后被冻死的。你们连这样的小事我们人呢，又岂能又借着忧虑增加我们的岁数，多活几天呢？好，那或是多增加1刻呢？我们连小事都做不到，好，何况又何必为其他事情操心呢？耶稣举了乌鸦，也讲了百合花。这百合花呢，它怎么样子的在野地里面长出来？可是他们以百合花也不劳动，也不工作，也不缝衣服。可是当所罗门王登基，最荣华的时候，或是这个权倾一时的时候，他身上的衣着都不会比得上这一朵野地的百合花。所以连野地的花草，今天早上出现，明天就枯萎，被扔到火炉里面焚烧。上帝也是慷慨的、不吝啬的，给他这样子的衣服和打扮。所以耶稣真的是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我们世人像无知的财主，只预备自己的吃喝，预备自己的穿，预备自己的生命，却没有看到上帝要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更美的生命。我们想说，我们只要追求这个有吃有喝的生命，但是神要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比野地的百合花还要美的生命。好，我们却对神没有信心了。
所以不要吃什么、喝什么，为忧虑、为这些来烦恼，这是世上不信的人所追求的。28节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小信的人就是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你们只有依靠想要得到吃和穿，但是却没有想要得到生命的丰盛啊。”啊，这你们所的天父知道你们所需要一切的东西，你们要追求上帝主权实现，就会把这一切都供应你们。好，所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吃喝穿，好，神都乐意的供应我们。好，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人生，好，把我们的思虑，把我们的精神和力气，好，放在忧虑这些，是神已经都给乌鸦，都给麻雀，都给野地的草和野地的百合花。人呢，这不是人应该要去忧虑的东西啊，而是真正要忧虑的是他的生命如何活出神的形象。这也是在回应那个无知的财主他何等的在回应好这个无知的财主，或是这个来请耶稣替他分家产的这个人的问题啊。好，最后32到34，恁细细的羊群啊，唔免惊，因为恁的爸欢喜将伊的国给恁。就卖恁的财产来真济善车人，为着恁家己准备因未破的钱地，来积住因未了的财宝伫天顶。伫遐贼仔摕袂着，酱糖嘛加袂着，因为恁的财宝伫倒位，恁的心嘛会伫遐。所以耶稣的结论就是，这也是在马太福音第6章的部分其实你们的神是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上帝不是只有要我们得到衣服吃、衣服穿、东西吃，让我们得到外表的荣华。上帝是要把他的整个天国都要赏赐给我们，是预备那个永恒的国度。你们这小小的一群。小小的一群，这小群前面讲到说小信的人那这里讲到小群但是这个小的意思呢台语说细细的羊群就是前面那些卑微的麻雀或是乌鸦神都这样看重它就是即便我们这个在门徒当中或是在世上卑微的人不要害怕因为我们要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高人一等或是比一般的世俗的人还要更高的生命的标准和追求。所以你们要卖掉你们的财产，把钱周济穷人，要为自己预备不会破损的钱袋，把财宝存到天上那这里卖掉你们的财产呢就是说不是叫我们过着去不是要我们过着去过着完全贫穷的生活，不能为自己堆积财产，而是我们要去考虑当我们能够像这个无知的财主能够退休了能够有多余的闲钱，还有闲的时间，我们应该要想到如何的去帮助别人而不是只有想到自己。然后也要当我们去帮助穷人、帮助别人的时候，就是为自己预备不会破损的钱袋，把财宝存在天上。所以那个无知的财主，就是在神的面前不富足，是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别人。当我们的财宝在天上的时候，天上的财宝是用不尽的，这里是使用不尽的。还有呢，盗贼偷不到的，不会有人半夜来要你的命的，也不会有虫来蛀的，不会放久它就贬值，然后就被虫咬光。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耶稣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和提醒就是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的笑想要去用演戏的方式、造假的方式，然后叫做台语说假好，外表让人家看很敬虔，内心里面呢一点都不敬虔，而且也不干净外表洗得很干净，里面却肮脏。耶稣告诉我们，真正要怕的是那个可以杀身体之后，又可以有权柄把人扔在地狱里面的，才是真正要怕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人，也不要怕这些作恶的人，要怕的是神的审判神连我们的头发都数算过，所以我们应当要
在看重我们在神面前的表现，还有就是我们得救是在于在人面前来宣认，借着圣灵，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才能够真正的进入悔改，得到赦免。要避免像那无知的财主贪心，然后呢只管想到自己，却没有想到身边人在神面前非常的贫穷。而我们也不要忧虑不要贪心，也不要忧虑因为乌鸦、百合花野地的草，他们都能够活出他们生命的灿烂。我们人的生命的灿烂，就是活出神的形象所以要先求神他的国，这一些东西神都乐意加给我们。神是乐意把他的国，把他的丰富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的心能够在天上的财宝，而不是只有在地上的财宝。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再一次透过今天的话语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对神有正确的眼光，让我们的害怕不要怕错对象变成只怕人而不怕神。我们真正惧怕要敬畏的是神，你的审判和权柄也求你让我们在众人面前能够宣认主，也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帮助悔改，接受耶稣的拯救，更让我们提醒我们不要贪心，不要忧虑，不要只有为自己而活，让我们的心能够在神的国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让我们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各位。